家好，我是 Lisa。有在follow我影片的小娃娃们应该都知道，我刚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也正式的成为美国公民了。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读书、怎么复习的。应该是说我是怎么帮我妈妈复习准备考试的。娃娃 TV。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那部美国公民考试过程的影片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先了解一下整个考试过程都是怎么考的，考了些什么，你可能会比较懂我这部影片在说什么。好，在美国呢，其实有很多可以帮你准备考试的管道。除了你去移民局按指印那天呢，他会发给你这本考题的书之外呢，听很多人说他们好像还有拿到 CD， 可以在家里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直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的那间移民局没有发 CD 给我们，还是我们去的那天他忘记发给我们了。不管了，反正没差。如果你没有拿到 CD 的话呢，你可以自己上 YouTube 上打 Citizen Test 等等的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了。那如果你比较喜欢真人教学，不喜欢自己读的话呢，那你可以看看你们社区附近有没有提供教学服务的。有一些社区大学啊、Adult School 啊，甚至是一些教会呢，都有提供教学服务的。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真人教学的话呢，你可以到你们家附近去找找看哦。那如果你是像我这种会英文的，至少普通的听说读写没问题的话，那真的不用太担心啦。要考试前呢，这本书拿起来翻一翻看一看，差不多读个2、3遍，或者是4、5、6、7、8、9、10遍就差不多背起来了啦。虽然说有100道题啦，不过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常识题，所以也不用特别去背，就早就已经知道了啦。举几个例子好了，像是请说出美国2个国定假日，就很多啊，像是感恩节啊、圣诞节啊、元旦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像是现在美国的总统是谁？就川普啊，现在世界上谁不知道啊？另外还有像是美国的首都是哪里？是华盛顿 DC 哦，不是纽约哦，这个很多人都会搞错。那如果你的英文像我妈妈一样不太好的话呢，那你基本上有3个选择：一呢是到外面去上课，2是拿着你的这本书跟 CD 在那边无限次循环播放，然后自己看自己念。我是觉得这种读书方法效果不太好啦。至少我不太喜欢这种读书方法啦。这种方法呢，我妈妈也试过，但说真的，真的没有用。我妈听半天，什么也没学会，只是觉得很烦而已。那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呢，请你会英文的朋友，或者是请你的小孩辅导你。那我呢，就是担任那个辅导我妈妈的角色。我一开始呢，是先做了这种卡片，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然后后面是答案，然后我就每天抽5张读给我妈妈听，协助她背。当然，我们每天的5张呢是加上去的。第一天先抽5张，背5张；第2天呢再加5张，所以等于10张；第3天呢再加5张，所以是15张这样的。因为如果只是每天5张的话，我想背到最后一天的话呢，前面的可能都忘光了吧，所以我觉得加5张这种方法是最好的。那其实这个方法呢有个现实面啊，那就是不是每个人的朋友或者是每个人的小孩呢都跟我一样闲，有空做这个东西，然后每天读给妈妈听，帮她复习。所以我今天要推荐2个我觉得蛮好用的 App 给大家。等等，这不是业配哦，我只是单纯觉得很好用，想要推荐给大家而已。那如果有人想要找我业配的话呢，欢迎私讯或者是 email 我。好，那第一个 App 呢叫做 Flashcard， 你去 Apple 的 App Store 打 Flashcard 就可以找到下载了。那 Android 系统的呢，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个 App 不过你可以用 Quizlet 啦，但是我是觉得 Quizlet 好像没有 Flashcard 好用啦。好了，不管，我们继续来讲 Flashcard。你下载之后呢，打开 Flashcard 会来到这一页，你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放大镜图标来寻找好心人士已经做好的 Flashcard。你就打 Citizen 就会跑出来很多了，然后你就选那个100张卡片的，然后按下载把它 download 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还有几个小动作要做，那就是把这本书上写 Answers will vary 的答案给改掉，改成符合自己情况的答案。像这个 Name your US representative， 这个人的答案呢是 Al Green。你的答案应该会跟他的不一样，除非你们2个住在同一个区里。那改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按这个 Edit， 然后把他的答案删掉，重新打上你的答案，然后按 Done 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检查一下那些活人的答案，因为说不定你下载到的呢是好几年前人家做的，所以说不定那些活人的答案呢还是好几年前的答案。像是现在美国的总统是谁？现在是川普啦。那如果你的答案上面写奥巴马的话呢，那就请你自己手动把它改过来啦。那接下来就是把那些只需要你说出1个或是2个答案的答案改成你最喜欢的答案。有些人做的卡片会把书上所有列举的答案都把它打进去，
这时你可以只留下你觉得最简单的答案就好了。有些卡片呢，可能只会打出那个原作者觉得对自己来说最简单的答案而已，但是对他来说简单的答案呢，并不一定对你来说也简单，所以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拿了这本书整个过一遍，自己修改一下。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那你就自己做一份属于你专属的吧。不过我还是觉得在别人的卡片上改会比较省时间啦，毕竟你不用再自己打题目了嘛。好，那这些全部都做完之后呢，请回到有所有题目的这一页，然后按 Edit， 这里有一个喇叭符号的东西，上面有 Front 跟 Back， 按进去之后呢，选择你要他说的语言。当然我们的题目跟答案呢都是英文，所以我们 Front 跟 Back 都要选英文。那这边呢有 Speaking Rate 可以调整他的说话速度，那如果你要他说慢一点的，就把它调慢一点；你要他说快一点的，就把它调快一点啦。我们把它调最慢，大家听一下。Speaking rate will be at this speed. 那我们再把它调最快，再来听一下。Speaking rate will be at this speed. 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这个速度吧？我们就调最慢的好了。调完之后呢，按 Done 你就可以开始学习了。那你要学习呢，可以按这个绿色的 Study 键，然后按这个喇叭呢，就可以让它读给你听了。What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那这个前面是题目，你可以先说出答案之后呢，然后再点一下翻页，看后面的答案，看你说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可以按这个勾勾，表示你已经学会了，然后它就会自动跳下一个了。那如果你没有学会或答错的话呢，你就不要按勾勾嘛，你就直接换下一题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好的，我先按几个勾勾，然后我来讲解一下。假如我们全部都过一遍之后呢，你就回到这一页，你就可以看到哪一些呢是你已经学会的了，哪些是你还没有学会的。那这个 all 呢是全部的题目，那这个 to learn 呢是你还没有学会，就是还没有打勾勾的。那这个 learn 的呢就是你已经学会的了。那你可以按这个 to learn， 里面都是你还没有学会的，那你就可以按这个 study 继续来学了。那如果你已经全部都学会了，想要重新复习的话呢，那你就按这个 reset learn card， 这样就可以重新来了。那这个 app 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可以让你打乱顺序。这个交叉箭头呢就是可以让你打乱顺序的。你进来的时候呢，它是这样按顺序的，但你可以按这个箭头的按钮来把顺序打乱。你看打乱之后顺序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简单又方便啊？那这个 app 呢，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用了，因为我常常会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我都用这个 app 来辅助我。我们学校也超多人在用这个的。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个 app， 所以才自己做了手工卡片。后来才忽然想到这个 app， 然后发现自己为什么这么笨，有一个这么好用的 app 不用，要花好几个小时在那边做那个手工卡片，然后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那边帮妈妈念，在那边帮她复习。我想到这个 app 的时候呢，我妈好像剩下30几题吧，后来我就放生我妈妈，然后让她自己拿这个 app 自己读了，结果效果还不错。那我剩下要做的呢，就是帮她复习单词跟 N400了。那单词的部分呢，我是用另外一个叫 Quizlet 的 app， 不过这个我推荐用它的电脑版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来到 Quizlet 的首页之后呢，它会先让你注册一下，你就注册一下吧，反正注册也不用钱。我推荐用 Facebook 下去注册会比较快一点。那注册好之后呢，你就会到这边，然后你就按建立，开始建立你的单词库。这时呢，我们就要拿出这一本书，然后翻到它的倒数第2页 ，writing 的这个部分。然后一个一个把单词输入进去，或者如果你嫌麻烦呢，你可以直接找现成的，就在这边搜寻 Naturalization Test Writing 就会跑出很多了，选一个你喜欢的就可以开始背单词了。但原则上选完了，还是建议跟书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缺或多的。我是比较建议自己建立啦，因为你在建立的过程中呢，你就是已经先把单词过一遍了嘛。对了，先插个题外话。这本书里面的 reading 部分，你可以用刚刚那个 Flashcard 的 app 建立一个新的单词卡，然后自己听自己读，然后 check 自己读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拉回来 writing 的部分，你建立好单词库或是找到单词库之后呢，你需要自己先背一下这些单词。这个 app 呢只是帮助你 check 而已。好，那单字都背得差不多之后呢，你就按这个拼写。这个拼写功能呢，我在手机的 app 里面没有看到啊，所以我才推荐用电脑版的。那你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说出单词了，你就把你听到的单词打出来就好了，像这样。of。那如果你拼错的话呢，它会纠正你，跟你讲对的要怎么拼。然后如果你一直拼错的话呢，它会让你拼到对为止。Dollar bill. Dollar. D-O-L-L-A-R. Bill. Dollar bill.
Dollar. D-O-L-L-A-R. Bill. Dollar bill. Dollar. D-O-L-L-A-R. Bill. Dollar bill. 哦，对了，我刚刚是不是有说那个 Flash Card 呢，在 Android 系统上面好像没有？那如果你没有 Apple 产品的话呢，那你就用 Quizlet 吧。搜寻方法是一样的。找到之后呢，按这个复制，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样才可以做修改。修改好之后呢，按建立就可以了。你可以按单词卡开始学习。那像我这个一开始就给我出现答案的呢，你可能需要做一下设定。按这个设定，然后回答这边按定义就可以了。哒哒，有没有很厉害啊？其实按这边这两个箭头的按钮也是会出现同样的结果的。那这个的使用方法呢，跟 Flash Card 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 Flash Card 上呢，如果学会的话呢，我们会按勾勾嘛。但这边是呢，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呢，你要按这个星星。它这边写标记星号单独学习，就是这题你比较不会，你可以等你学完之后再回来重点学习。学会了呢，就把星号取消掉。那要变成只有星号卡片了呢，就按这个选项星号词语就 OK 了。或者是你学习卡首页这边下面也有全部跟星号词语可以做调整哦。好，那这个 Quizlet 呢，它也有手机 App， 只是手机 App 没有拼写功能而已。那 Flash Card 跟 Quizlet 这两个 App 呢，就推荐给大家参考使用咯。你可以只用一个 App， 或者是像我一样两个 App 搭配着使用都可以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 Flash Card 了，可能用习惯了吧。我是觉得它蛮好用的啦，只是没有拼写功能而已。所以单词拼写的部分呢，我只能转成用 Quizlet 了。好，那单词的部分也解决了，最后只剩下 N400 表格了。这个表格呢，它的前面其实也不难啦，就是问你的名字啊、地址啊、父母资料啊、婚姻资料啊、儿女等基本资料。所以请详尽你跟你家人的资料，并且能用英文来理解跟说出。那比较难一点的部分呢，就是后面的这些 yes no question 了。对英文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来说呢，这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可能会有一点难。不过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般家世清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人呢，在接下来的 yes no question 里面呢，基本上呢都会答 no， 因为这部分的问题呢，大部分都是问你有没有什么犯罪前科啊、吸毒啊、拥有武器啊，或者是参加过什么集会之类的。一般普通的正常人应该都没有这些，所以当你听到 Have you ever 的时候呢，你大概就知道后面全部都要说 no 了。那如果你其中有几个 yes 的话呢，那你就特别去记一下就好了。那这个 no 呢，会持续好一段时间，直到你听到 Do you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and form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条，你才开始答 yes。这一条后面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是问你一些你愿不愿意负起一些公民应尽的义务啊，像是支持政府啊，或是如果有征召的话，你愿不愿意去从军等等之类的。这边呢，纵使你不愿意，那也请你答 yes 好吗？好，那 N400 的表格呢，到这边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个记忆方法呢，绝对会 work。因为考官呢，他不会跳题问你，所以如果你英文不好呢，这样子记就对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跟我妈妈是怎么准备考试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我妈妈在考过之后呢，她就疯狂的跟她周围的那些要考公民的那些朋友们推荐这些方法。那些阿姨都说呢，真的是太棒了，有了这些方法之后呢，我就不用每天等我儿子女儿回来读了，每天等他们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回来，还是靠自己最实在。好啦，这两个 app 呢都蛮好用的，推荐给大家使用。这不仅适合那些要考公民的人，也很适合那些平常要背一些东西的朋友们，当然也很适合家长拿来给小朋友学习哦。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呢能对那些要考公民的人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或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最后再送大家一个谐音记忆法，大家知道美国宪法是在哪一年写的吗？答案是1787年，一起北七的时候就写出来了。